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有这么美好的天气，让小弟能够来到嘉平教会。数一数，我5年都没有来有嘉平教会。潘世明传道在我们那边3年。季节传道2年，还有1个礼拜就第2年了。数一数将近5年了。感谢主耶稣基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工作了，开车，工作，我们早上一起来，身体非常的健全。我们继续下午的安息生日。我们用黑板上的题目。审判的威严。早上我们晚上在我们三星教会。他谈到人生啊。这么的短暂，很短暂。甚至于心肌梗塞的很多。尤其是冬天啊。以及我们的血管都会萎缩。我们都要保重。还有1个星期就要过年了。求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审判的威严。这个题目呢是2个星期之前。有一个外教会的耶和华教会，他做到各部落来去发传单。因为我们也是很佩服他们的精神。可是呢，我们教会也有走出去。其次呢，我们不敢走出去。为什么？就问自己啦。因为他讲的呢，他们讲的什么呢？他说审判的威严。他们能够提到这样的将来我们人所要面对的结局。更何况我们正教会。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所要面对的？他其实又在讲。他说享受人生在这个地上。他说生命永远居住在这个地上。他好像这个题目好像在洗脑呢。他说要享受人生啊。他又说生命永远在这个地上。我就矛盾了。我们生命是神给我们的。神创造亚当夏娃。神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生命是神赏赐的。我就问他。2位姐妹啊。我们的生命永远在这个地上举手吗？他说慢慢来。
只能喊你喊他等。他说不要急。个走了干么？我说我动了。那就多好。他说不要急，慢慢来。慢慢都来做，不给神的。我说，既然你讲这样，我来跟你讲。哪天我说还能不在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我的老讲到啊，那干我操不回我们人生永远不在这个地上。你在这公司的时候。将来也是要回家。将来我还没有回家。这个肉体回到尘土。我哪里那他这样那他地下。这个灵命呢，要回到主耶稣那里。你在喊来，我说方面找别人在介绍吧。我就跟他讲这样。喊他告诉我了。我家出来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你要找到我这里好了，去准备按照你手册。我说现在我想要知道啊。你告诉谁？爸爸那个不懂的还懂那么我当如何能够得救啊？什么那个么俺们给定个不少。那他说你不要急。还找了笑。我已经快要80岁了呢。那你马上都把我回家了回。你说慢慢来。这个跟喊他们啥？我走了就没有机会了。我就比较少。我就跟他讲这样。喊他爸爸说到。他说你不要急了。找了干么？哇，我们要怎么想啊？什么跟他说？我们的人生啊。我也怎么着好哩？就这样吗？这个是来说。不是呢，宗教信仰。我们所有宗教里头信仰里头都有共同的目标啊。你的爱好呢，还真的那个什么关系？所追求的是什么？我能不的在两面的上。更何况我们是教会。我给他们聊，所以那就多少。所以追求的是得救啊。我你喊那样给他好哟，啥个给听我们说？不只是得救。他给听到这里嘛？免下地狱的刑罚。今天还会然后再帮他们几个。我们能够免下这样的地狱的刑罚。他那大我一好，今天几个看到那啊谁吧？人生啊，生老必死。我的怎么着喊的？妈妈那比啥的什么？又是像什么？又是像什么？什么那样的？人人都是有意识啊。怎么方面还会来好发财？我们逃不过啊。这妈妈的是你的发财。我在天主他那个协助灵恩会的时候，一定要是那种天主啊，你把他们给我做了改。就是今年的。你还没算？有一个慕道者，他在慕道很久了。他们天主教会说这个阿公慕道很久了。他聚会完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个阿公为什么要问呢？传道有2个在那边不问。我都不懂。对呀，他说有天国有地狱吗？我说呢，你在这个那里听过，这个阿公讲得很严重啊。如果是我回家，我又下来，我可以讲啊。那我们就可以讲啊。我有看到天国，我有看到地狱啊。我怎么告诉他？我就跟这个阿公讲。你说他来教会。传道会告诉你。你多看圣经，你就会了解。等一下他所答复的，我们会看到。我就用这个章节告诉这个阿公。所以这个阿公说很积极的想要知道。对，我说你慕道这么久了，你并了解嘛？我跟他说我是了解啊。我想知道我们人生啊，将来要回到哪里？你到这一所教会受洗受圣灵，你就会知道。我就对阿公这么说了。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了。我们请翻开圣经。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7章。但以理书7章的第9节。7章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横骨当场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准洁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
从他面前有火像和发出侍奉的有圈圈，在他面前治理的有汪汪。他坐着要行审判，案件都展开了。阿门。这是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定要旧约学习嘛，第三经。当时耶稣还没有到世上的时候，早在这里是个了好几什么，就显现给这个但以理看，能做好嘛？现在开始把现在看的将来必成的事，以后以后嘛什么现在的事，人家什么都被呈现出来。现在开始好，我们再看启示录，不是了，启示录第20章，哎，你去修。启示录20章，不过是让你去修11节就写，一直到15节，来了就不是11节一直到15节，就不是这个章节非常的长。那谁不懂你好？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我刚才还在像你在上在但以理书所记载的，那么说来你看也是好的，旧约有，新约也有，一定的旧约好，马上看新约好嘛？因为启示录是最后。什么好东西都看。将来必成的事都会显现出来。将来我妈妈生的好经历，马达斯将来我们人，将来味道长大都写在这个启示录上。既然说好嘛，在第11节里面所读的，这里写差不多少？我又看见一个洁白大宝座，为了我们还能我好个宝座出来坐在上面的，一定是个刚。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不然说好为，我们就没有看见这个地上了。我他妈的你在好的了弄，圣经所记载的，我他妈比赛给你写修，将来这个天地神都要毁坏掉。你修来我那，是那还能来还多了，没还好，我们这也看不见了。我做，可是呢，耶和华教他们所解释的，你告诉我，耶和华教还能来改写好的。新天新地永远就在这个地上。那么还可能呢？没还是那个神要改变这个全世界。这个本身高超那谁改？我们人永远就住在这个地上。人给到怎么着？你那个是干？唯独神的儿女就在这个地上存留。我玩就高超那好，你这个公司啊。所以耶和华教都会让我们来去矛盾他所解释的。那是那看你那好，阿爸才能当到我们这个。这里我们看这个章节了。为什么谁过？第12节说，就是写，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是大小。我们那个嘛不好，我们那大海都是那个好的，都站在宝座前，一定的好多了，马路好多了，站上来，案件都敞开了，然后好，我们能都把别上来，并且有另一前展开，然后嘛是这样对的了，就是生命册上死了的人，然后好，我好了，我领导了去了，都凭着这些案件都记载的，那好，马路好那么记载给你。刚才当一里说我们念了，案件都敞开了。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有2个案件，照着个人所行的，就按照这个来做，神都要审判我们。这里又说，就是生命册上死了的人。但是神要审判，他有2个案件都排在他的面前里面。在第13节里面，我们就省略掉。在下半段里面，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跳到15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就用这个2个章节来对答这个耶和华教这个2个姐妹。我跟他讲了，我不是说我很聪明，我们用圣经的话来去分享，你所知道的告诉我，我所知道的来告诉你，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就如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所解释的，
你就一直到23节。就当节我们非常的熟悉，唯独遵循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啊。他又说我也是传道啊。我又有传道啊，传福音啊，行其异能啊。为什么主耶稣还不认识我们？因为我们不遵循神的话。我就跟他们讲这些。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呢？他刚才我说了，下次我再来我再告诉你。我每次的问答他都这样的告诉我。可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这么久了，我们的共同的目标又是什么？就是要追求得救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圣经，明明都摆在我们的眼前。翻开耶利米书21章，耶利米书21章第8节，耶利米书21章第8节。耶利米书第8章第21章8节一直到9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死亡的路跟生命的路都摆在我们面前。现在我们所要选择的是哪一条路呢？既然我们信主了，我们的信仰呢？我们是摆在哪里？也许我们在这个矛盾的生命当中，也许我们的目标不正确，没有把信仰执守起来，会走上这个死亡的路啊。这个耶利米所记载的，是神的话语。他说：“看呐，我将生命的路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们所要选择的是什么？哪一条路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大家都已经受洗了，归入神的名下了。我们相信我是神的儿女啊。这个观念是不会错的。可是呢，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圣经会告诉我们，没有信心，有行为也是死的。有信心，行为没有也是死的。这句话是倒扁了。我们有信心啊，每天都来教会啊，都遵守神的话语啊，祷告啊，祈求神啊。可是呢，我们一直去呢，一直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又摆在哪里呢？我们想想看，我也是在问我们自己啊，我的行为是死的吗？还是活的？我有信心啊，我有听道理啊。可是呢，你这个行为，还比外邦人还不好的话，不是死的吗？所以将来神的案件都摆在他的面前。我们读了。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生命册上都有我们的名字。可是还有另一件呢。我们想想看，既然我们名字都是生命册上有名字，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离弃了正道。请翻开希伯来书
第6章，希伯来书第6章第6章の第4节一直到第6节。第6節、第4節。希伯来书希伯來書第4章4章の第4节、第6节。4節、第6節。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赏个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赏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第6节，若是离弃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神的恩典啊， Kita mapulong ako nila pa ito bikumin mo 都已经尝过这样的滋味。 Ilay marami kita pa kasi na pinangan. 若是故意离弃了真道， Ano ni yes ko how to lalanhawi. 到时候我们都来不及了。 Mausoy ito kita. 刚才我们讲了， Iso niya ako saray kita. 那就是我们的行为是死的了， Nanto hawi masuwaray susu lalan kawas. 那个非常的可怕啊！ Katianian. 可怕到哪里？ Ako ito ka katianian. 若是落在神的手里， Ano ikini 落在神的手里， ano mamusmat ko kawas ko kita hawi. 哎，这是很可怕了。 Katianian kita. 我们想想看， Hadin kita. 我们不是说信主就好了， Ito ko kawas ay ko 啊， akasama. 就是很安全啦， Anjin ito ko akasama. 哦，可以得救了， Magiting ito ko akasama. 那是我们的观念， Wala kanin mo 真 misuy. 的是没有错啊。 Saka na. 可是呢，将来神的审判要从哪里？ Siyulay wa bisay pang nung kawas hindi kitwa. 也是我们全人类啊， Ito mapulong. 更何况是我们真教会。 Mangalang kao kita usigis kiyo ka. 彼得前书， Ito daw tensyo. 彼得前书第4章， Yun siyo. 彼得前书第4章 Yun siyo. 第17节， Chun na siya. 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要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的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阿们。 Amen. 审判要从我们家起手。 Bisay pang nung kawas hindi kiting nilarumaan mo nita. 神的家里是谁？ Wala pa rin nung may tachi makakira. 都是我们每一个家庭， Nang kao kita mapulong kasi.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Kung kita tatay tang kao. 圣经告诉我们， Usuan siya siyo.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 Kamu hautok umiyan kawas kamu sa. 我们想想圣经的话， Hatin nung nita kawas kawas. 所以要审判都要从我们家起手。 Misimpang sa ibang kawas hindi nilarumaan mo nita. 我已經守住了嗎？ Mamatay naman sa 我已經遵守了嗎？ Medulgoy kita ako kira. 所以这个观点我们都要牢记在心中。 Sa una kanin nun niya away, parang nun niya para sa mitang nga. 真的，将来刚才这个阿公所讲的， Usuan niya akong sunni. 他说有天国有地狱吗？ Ilay ako tingkong, ilay ko chikok sa. 真的，这个天国是地狱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Sa manay ako kira para chikok. 我们请看圣经 Nung niya naman siya. 马可福音第9章， Maro ko tingtay. Yusyo. 马可福音第9章48节， Yusyo aset. 马可福音9章48节。 Maro ko ting Yusyo no. 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哦，那里从事不死的， Itila away kapatay. 从事不死的， Away ako sa kapatay. 从是不死的，从哦好，从是不会死的 So kapatay sila. 哦，火是不灭的。 Uli paano na ako sa kala sa 哎 ikaw. 我们也没有看过啊， Manunay mo sa. 圣经都描述告诉我。 Sama na ako. Ilay sisiyo ako kasarayat ka na. 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20章 Yabi ako siya namin tayo. 11节一直到15节。 So siya tayo sa kasi. 来针对他们所看见的， Binulo kita, manununong kita ako manunungay. 我们教会里面的信徒所看见的， Manunungay ako sa ikaga. 神给他意象， Ila ako pa, mapurusi pa 神给 na. 他看天国与地狱。 Manunungay nila ako tingok ako chiko. 使徒行传第2章， Stokyo din nisyo. 使徒行传第2章 Nisyo no.
使徒行传第2章，你秀。第2章的第17节，你秀了就那些。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刚才我们所读的，将来生命册上有我们的名字，另一件展开了，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这个阿公住院的时候，他在住院已经将近1个多月。医生告诉他，你可以回家休养了。阿公就回家了。因为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因为都在工作啊。这个阿公傍晚在洗澡的时候，因为纸张不是死滑的。所以这个阿公一不小心，他洗澡好穿衣服之后呢，要走出去的时候滑倒。所以我们的意思我们都要注意。都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自己来滑倒。这是最危险的。这个阿公就是这样。他在滑倒当时呢，他就昏迷了。他就不晓得了。他在昏迷的当中，神就给他看异梦。2个天使从这个2个肩膀就飞到天上，就起得一直飞，飞到天空的时候，神就给他看了，他要见到一个大门的时候，一进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镜子，他一进到的时候，天使告诉他，你到你的身体。不说我穿的，他的衣服穿的洁白的。就天使告诉他，你往底下看。阿公往底下看的时候，他的衣裳是洁白的，可是脚底下是黑的。衣服的脚底呀，是黑的。天使也没告诉他。就往这个阿公说，你看看，你衣服下面是黑的。后来天使就告诉他，就往前走。结果阿公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审判台，非常的大，非常的洁白。中间坐着一个白发的人。因为他头发非常洁白又长，他的全身都是白的。结果阿公往前走的时候，在审判的人就点他的名字，他就点到我的名字讲，这个阿公就喊哟啊，可是这个阿公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一直拍说，为什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另外一简单又再翻开，他一直翻，就翻到我的名字。他又点名了，他怎么告诉我？他怎么告诉我这样？你这个弟兄啊，你平时没有来聚会，你很硬心呐，
啊，他这里过了最少。传道负责人到你家来访问的时候，我听说下午都是你是带了买生的，你始终不来教会，这个带你去教会，你不祷告，教会多了。你的行为，为了俺的水，你就像外邦人一样。啥看都以后去。哇，他说阿公，我那时候他说我就怕了，这样。难道家公好打了讲是讲？他怎么会知道我的行为？我那么反那个怎样那个？他说他怎么知道我在喝酒？反那个我那个都。他怎么知道我嚼槟榔？反那个也出来个话给你。我们看看，真的。我们逃不了。我们没有隐藏的地方，什么那个是没得逃，我给你们。这都是显然一见的事情。那好个啥的，还是发现的说。你以为他看不到？完了，这个好了，可能。主耶稣都看见了我们。那你什么？所以圣经我们还没有说就知道了。找个消息什么去就不来吃了。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你今天好辛苦了，你找谁方面？我们要逃过吗？我也是在说。我们想想看。啊，对对对。这个阿公。他在见证的时候，家公好比，见证每一个人都鸡皮疙瘩。两个是家公好。为什么？我哪对了？紧张又怕。讲你一起了。为什么会怕？这是受在你么子了？会面向这个地狱的心华。门子好么子了？我记得好多次。谁把我起过？你想想看，我们永远就会亲手在这个地上吗？一定谁都跟他说说。没有。再有钱的人，比比重的人。我起码什么呢？我们永远还是会离开这个地上。我也是这么说。后来这个阿公怎么见证的？两个是家公的，没有回答。我找违背的心啊！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适当的理由。哎呀，不是这样子的啦。做他的了。我没有这样子啦。做他的了。没有机会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在我们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我们想想看，不是吗？这是他的了。我们世上都有痛苦，我们可以离开呀，我们都可以避开呀。将来神的心华，我们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后来天使就告诉他：“哎呀，阿公啊，我带你去看地狱。”两个天使间走了。我看到这个火湖啊，不是火，火湖，就像这个我们有去台中日月潭，然后我们都看到这个湖啊，这个湖都是火啊，我看见里面爱屋及乌的人，他的声音听得非常的可怕，在那边哀哀叫，声音都是叫。
做圣灵呢？来不了不是。好，我们先看圣经。完了学修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1章第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我先解释这个。好，我们已经听到了真理，所以我们就要相信啦。既然相信了，我们就受洗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是什么？要为印记啊。好，第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的凭据，没有写说得天国的凭据，没有。我们想想看，为什么圣经没有详细的写出来？直接就讲就好了。哦，圣灵是我们得天国的基业。没有写。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7章。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旨意天父的人才有进去。为什么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国啊！既然我们领受了圣灵，有了基业的凭据啊。可是我们的行为若是实的，取得了圣灵有什么用呢？既然是为印记，只有进这个门。可是呢，神要惩罚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做圣工，违背神的真理，我们还不是要到这个地狱里面呢？我们想想看，我们将来这个阿公呢，他说我不想看了，叫天使说把我离开呀。后来天使说我给你看天国，这个2个天使就牵着走啊。他走到这上，那个路很小，旁边都在这个花在唱诗啊，里面黄金碧玉啊。阿公说啊，我不想离开这里，这里真好。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不回家了。阿公，他的想法，我说我永远在这边就好了，我不要再回家了。天使怎么告诉他呢？阿公，你的衣服没有洁白，还有黑的。他说你没有资格。我们想想看，天使说你没有资格。若是天使说你还没有机会到这里，他说你没有资格，那怎么办？若是我们呢？天使跟我们讲这样，若是当天这个阿公被神取走他的灵魂，我们想想看，他的灵魂在哪里？是地狱吗？天国吗？我们是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保证说我能够得救。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相信呢？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积极了，保住我们自己的灵命。在座的每位同龄就是我懂这个耶和华这个2个姐妹所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只知道说审判的威严，他就给我这个主题啊，让我自己被圣灵感动。我一直在我要怎么样才去了解，来让我自己知道神的话语
无所能牛高啊，将来才不会落在神的手里面。那就好修来的话，我好在这个高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啊，他这个没说过来些没说，我们拿什么换生命呢？什么能好多种什么啥没说的没说的。有一个弟兄，这样他是读国中的，国中好，哦，他每天要到学校的时候，说苗好的来就该，他要去学校的时候都要经过教会来祷告。我们家里好多了，必须什么呢？每天都是这样子。在他的祷告的当中，有一次神给他看一下，很多人都这才对，有一个人在审判，一个一个的就是掉下来。为什么会掉下来？没有审问他。没有给他审问，就直接掉下来了。我们想想看，神都不要审判啦，唯独我们神的儿女他要审判。你是不是遵行了？一个一个的掉下来。这个小弟你一直看后面是他的爸爸妈妈。快要临到的时候，他的这个小弟就很紧张了。他也是在祷告啊。等一下轮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哇，他给他的结果是什么？他一直紧张啊。他一直祷告求主怜悯啊。他要到他的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消失了。所以这个小弟就问传道。刚才我在祷告的当中，神给我一项，是这样子的。传道就带隔天传道跟负责人到他的家里，去他的家访问。于是他的父母亲不来教会，不进教会，只有这个小朋友很殷勤呐，都来到教会。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在外面工作，就像外邦人一样。传道就跟他讲了，之后呢，就像浪子回头一样。若是真的这样子掉下来，若是没有神给他提醒的话，一定要这样吗？在平时我们听道理，我们都知道啊，我们都要知道啊，所以我们要悔改啊。主耶稣说悔改啊，悔吧。回来吧，回来吧。我们想想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人？在这个一年的当中，我们所收获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也知道啊。或者是你碰到的什么，不好也好啊，顺利也好啊，我们全家人画个圆圈，圆满。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累，也是很苦，我们坚持就好。或是你在这个一年当中很富有，或是贫穷啊，什么都好了，只要我们平安就好，不是吗？平安最重要啊。最主要的是什么？主要感恩的心啊，感谢天上的父神，能够保守我们这一年的当中，我们奋斗了一生。俗话说带不走嘛，真的会带不走。只要我们努力引起工作，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很容易怎么样？会烦恼啊！不要追求的太多，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累坏呀，是不是？对呀，不要追求太多。我们的心里累了，
harus ada mulai 休息吧。 salah jangan itu 人累了就身体累了， mulai seperti yang kita 就放轻松。 sama 最主要就是感恩的心。 segala yang harus dikasih 来回报主耶稣在这个一年的当中， Nanti kalau kita harus santai macam 我们刚才所听的 misalnya kita 审判的威严， ulah sederhana no 将来我们所要去面对的， siapa mari semua kita tuni 愿主耶稣能够保守我们， nah yang masih mau semua masih 在我 sama 们的灵命当中， ini sudah tahu dia pun 在生活信仰， Usimpo kita oleh 求主耶稣保守我们。 Ila kita mau kosong kawas 也许我们过去的 ibu ayo bilang 不好的 ya tihai 新的一年， na ni kalau hari tadi 愿主耶稣的恩典 ni kumi no masih 恩 sama 上加恩， ma tungal om 力上加力，力上加力， o istirahat ni matungal 一切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 pagini hari tadi magkabahingan dia sama 唱诗 Ketika 208首。 usaha sama kita kopalo dia untuk dia kasih bang他就跟天使说啊，他说我不敢看，你往西去看，里头是谁？阿公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他的叔叔，他的妯娌，阿里了，为什么？同样的信主啊，同样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我们想想看，各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会这样子。我们想想看，结果阿公往下看的时候，他就问天使啊，为什么他会丢到里面？不遵行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语。天使的回答就这样子而已，就把他丢在火湖里。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违背啊？我们行为好啊，都遵行神的话啊。为什么？我将来会不会像他们一样？我们想想看，你这个一年的当中都要结束了。我们想想看，我的信仰，我对家里的人是如何？我们想想看，我们思想，回首看看，我的信仰的人生到底走到哪里？
过比辛苦你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想过啊？还等下你算，我对神的话语，我说怎么给你算？我有没有去遵循过？我说乱干过，我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啥了？这人民的不能啥的干干。岁月一直到年终，我了，我那这都没赚了。就这样的过去吗他这样说咋的？365天的日子里面，我献上我的身体了没有？我对主的圣功多少了？我对神的侍奉有多少？另一件的案件都在里面，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去审判。我们想想看，在座的阿公阿妈，我们的年岁还有多少？我们想想看，这个世上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最终的就是什么？我们信主这么久了，你到最后一失脚了，一失脚打死都一档，怎么办呢？我们想想看，所以最可怕的。后来这个天使告诉他：“你要想下去吗？”我的这个阿公说：“我不想。”看他们在这个火湖里爱护戒指，他是不死的。那个火是非常的火热，那个人都烧焦了。人是不死的。我们想想看，他是永永远远，那个火是不灭的，人是不死的。我们想想看，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推磨，你让。两个人推磨，举起一个配下一个。两个人睡在床上，一个人举起，一个背下。为什么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在后的必在前，在前的必在后。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信主，同样的进到教会里面，为什么真生被弃弃呢？一个太太为什么被背下呢？为什么太太会被骑走呢？先生被骗下来，我们想想看，一样的走到教会来，为什么一个得救呢？一个免就下地狱呢？为什么？一样的受洗啊，一样。